台中有议员指控南投一个高中老师传信息给班里一个查某学生，撒娇要半年。顶个月，阁想要共学白来，学生有甲学校反映，学校煞无处理，一直拖。即阵议员甲检方举发，学校表示已经有甲这个老师停职6个月接受调查。议员手提相关资料来到台中地检署头前，甲检方举报学校又阁出现失德教师，指控讲南投某一个高中有一个导师疑似对某一个学生长期性骚扰，时间有超过半年。顶个月，阁看女学生人无爽快，疑似伫咧健康中心内底共性侵。我承认。哦，你有承认就对啊。你当初你哪会想要安尼做？我是咧照顾伊啦，可能我亲像我的行为是毋对的啦。议员阁指控讲，这个导师阁用关系名义不断传信息给女学生，已经超过师生的界线，嘛造成女学生真大压力。议员的批评讲，代志是在1月时就发生，女学生冇甲学校反映，学校到今煞拢无召开性平会，明显失职。11月14号你们就知道了，居然你们要到明年的1月份再来开，他这个已经触法了呢。因为学校的无做规，议员是直接甲检方举报。不过学校声明，在1月中的时接到学生反映，导师调查小组冇通报，同一时间启动性平调查，又开教评会，怪甲这老师停聘6个月接受调查，并不是拢无处理。然后接着第2天马上开我们一个小组会议，小组会议完之后，我们就启动性平调查，包括了性平会开会，包括了那个教师会开会。主管机关国教署应该针对学校是否有延迟通报、有包庇隐匿该司的责任，都必须要清楚的去做调查。林本基金会表示，除了要赶紧启动性平会，学校嘛应该扩大调查，敢有其他学生受害。若是确认相关事实，就应该照定书，甲这个教师停聘，会离开教学现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